係早晨嘅，我哋睇翻香港股市咧，上個星期咧又做表現得相當唔錯啦。恒生指數咧升咗1.8%，國企指數亦都升到2.5%。咁好明顯睇到咧，即係外圍做得好嘅，尤其是係國內 A 股市場咧、上海市場咧係大幅飆升，差唔多5%嘅。咁我哋睇翻個背景，當然即係嚟緊呢個星期就係話市場會關注點就係話人民幣嘅匯率可能會有個反彈啦，因為始終美國上個星期五嗰個就業市場嘅數據顯示咧新增職位比市場預期嘅低啊，咁變咗咧6月份咧美國調升利率嗰個機會相對上細咗，咁可能即係要靜待7月份加息嘅機會比較高啲，咁但係短期嚟講就令到美元咧係回落啦，咁人民幣有機會匯率會上升嘅過程裏面咧，可能對 A 股市場同埋對港股嘅一啲中資股咧係有啲推升作用。咁但係投資者亦都要留意咧，就係香港股市咧，無論恒生指數或者國企指數咧，其實已經連續升咗3個星期啊。咁成交亦都唔算話太壯旺，咁好明顯睇到咧，即係一個尋頂嘅一個階段。因為我睇翻一啲基本因素，即係無論係企業嘅盈利或者一啲經濟嘅數據咧，都唔支持個股市咧係持續攀升嘅。咁但係當然短期嚟講，尤其是今個月啦。即係 MSCI 會決定是否會將 A 股納入個指數裏邊咧，呢個係會有可能影響咗啲短線嘅資金嘅流動，亦都可能間接咧係對個股市咧短期嚟講係有影響。咁但係基本因素始終令到我哋覺得咧持續一個大牛市嘅機會唔係太大。咁變咗喺短期嚟講，我相信即係嗰個香港股市可能會喺成交仍然係偏弱嘅情況之下咧，個指數仍然會再提高一線嘅。咁但係係咪可以挑戰翻前期恒生指數喺個高位21,600幾嗰個水平咧？我覺得機會就唔係太大。咁但係你話過到21,000喺今個星期過到21,000樓上咧，應該個機會比較大啲嚇。咁但係喺個操作個策略裏面，我哋會覺得就係話逢接近高位嘅時候，相對上減持啦。因為始終睇翻基本因素係支持唔到嘅話，其實成交額亦都唔算太大嘅話咧，其實應該嚟緊個策略就係覺得係一個咧有利好嘅因素好消息嘅情況之下，應該係減持獲利回吐，而唔係喺呢個高位追咯。咁呢個就係我哋對短期市況嘅一個判斷。多謝各位。